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8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中市早一对少年爸母杀一岁查甫囡仔过车路，妈妈甲囡仔互公车弄死，公车司机精神后是10万块交保。寒流一波接一波，菜市产量减少，规年西里果菜市场的菜市批发价1公斤起到35块，才贵到过年。因为地当中断100天的代替花莲玉里到富里的路段，今仔恢复慢速通行，预告过年时会当恢复正常的速度。新闻开始来看，台中市昨暗有民众过车路，互公车弄死。一对少年的爸母杀1岁查甫阿婴仔要过车路，却互一台西弯的公车弄着。妈妈甲这查甫阿婴仔送病院急救，也毋过无救回来。爸爸是轻伤。今仔早起，公车驾驶嘛出面会失礼，这个驾驶接受侦讯了后，以10万块交保。红衣仔车轎弄着了，喙做几落片，大人的目镜甲衬托落伫咧边仔。台中市27号暗时11点左右发生重大车祸，一台公车经过北区学士路倒弯英才路的时阵，疑似无看到一对翁仔某刹着红衣仔车行伫咧斑马线顶悬，直接弄过。一岁男童甲男童的母亲当场无呼吸心跳，送医急救宣告不治。男童的父亲敢若受到轻伤。我车这样的他在我后面，我这样弯的时候，我看不到他，他在我后面这样过来，然后就我正好弯过来，正好跟他这样碰到。公车司机是同一个方向过来，然后直接左转，然后他是有打方向灯的，然后直接从左前方撞击过去，然后左前轮可能有碾到。男童的父亲是伊拉克籍持外侨居留证伫咧台湾移亲，伊表示当时甲妻儿出门找物件食，行人专用号志显示还有几10秒的时间，无想到行伫咧斑马线顶悬，雄雄拄到车祸。他一开口就说他没有看到我们，我没有问他什么，他就说他没有看到我们，然后所以我才看到3个人，没看到4个人，他说都没有看到。肇事的车辆被警方扣落来，公车司机当地咧接受调查，详细事故的原因会交由交通大队事故处理组分析研判。本案警方正积极调阅附近的监视器影像，以厘清发生经过，详细的事故原因将交由交通警察大队事故处理组后续分析研判。公车弄着过路人，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交通部早起表示，会请公路总局要求运输业者，车辆过斑马线进前爱停落来，以同理心来尊重过路人。第一期来会用执法来改变驾驶文化。记者台中报道。最近寒流一波接一波，因为天气真冷，菜市成长的速度是较慢，产量减少。惠宁西里果菜市场的菜市批发价1公斤起到35块，价销是真悬哦。嘛，预告讲菜一直贵到过年。透早来巡田水，这个油菜若正常咧大，已经会使收成送去市场来卖。不过，云林西里农民表示，因为受到这几阵寒流的影响，地区菜市成长速度慢。采收也延后7日到10日。即马拢爱高啊喂！哎呀，你若热天拢超1个月左右啊，寒天拢啊加超几礼拜。啊，就是卖大，毋才煮啊菜会较少。西里果菜市场表示，受到11月份高温的影响，产地出现白虫害，不少农民家己种低期的菜，大好佮拄到这半个月几阵寒流。菜市成长速度未复发，火锅菜市场菜叶大白价起到平均1公斤35块。有的要850啊，有的差不多700桶的，万的吼差不多差100公吨的。过年菜吼可能会稍微涨一点哦，因为反正因即马无菜啊。因为菜价高嘛，那你当然民众买的话又要再高一波，不对？就通常就会比较高。西里果菜市场表示，随着最近天气寒影响，平均的菜价维持1公斤30块到35块，价销比往年同时间搁较悬。因若当时才会当稳定，该观察气候甲产地菜市的成长速度，预告伫短期内菜价继续贵。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超收4500亿的税金，真侪人望讲会当幸福人民。那也立委是建议讲，一人发1万块的现金上实际。另外立委是认为讲，现金应该发予年收入无到120万有需要的人。在进步的代理部长黄清华是表示讲，行政院是有指示，针对疫情后的定型方案的方向来做研究，目前搁在讨论。
今年扣税收支比有期好，各界关心敢会将税金害好民众。早起财政部代理部长黄清华表示，目前当在跨部会讨论中，就相关的情势做一个检视跟检讨。那我想相关的问题，我想在那边应该会做充分的讨论。会就刚刚讲的这几个面向，那会跨部会来讨论。针对于海税移民议题，财政部甲经济部拢无愿意透露相关细节还是方向。也毋过，朝野立委目前也拢有无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该普发现金，也是推出像过去类似3倍券还是5倍券等振兴券方案。振兴券什么券呢？很多人也不晓得怎么用，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弊端丛生，所以还是最直接的就是一人发1万块。上一次5倍券呢？光那个印的成本呢，就20几亿耶！你认为应该发现金，还是再一次的什么几倍券？这个我想这个会通盘来考虑了。你就针对年收入120万以下的3等份、4等份、5等份的这一群人，来进行现金的发放。强调，无论是现金还是振兴券，拢会纳入考虑方案中。预计将在29个国安高层会议中讨论，加对外公布讨论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总统昨宣布讲，这边对4个月延到1档，民国94年以后出世的查甫囡仔，就要做1档兵。国民党甲民众党拢表示讲支持兵役改革方向，也毋过嘛要求讲爱规划完整的配套。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中昼嘛去立法院拜访国民党团来争取支持。目前打靶训练是国军正式战略的一部分，为强化兵役结果，总统蔡文宣布兵役限制，义务役兵役延长到1年。在野国民党、民众党表态支持兵役改革的大方向，不过也呼吁训练内容这配套要做好。民众党地位阁表示，役男学业、服役甲这个的衔接。不是只有国防部的代志，好像说要让役男更弹性一点嘛，对不对？你大学读了一半，那你也可以中间就去当兵哦，是不是？学生随便就是念一念，忽然几个去了，几个走了。现在又是少子的话，一个科系也没几个人。好，学校未来怎么因应？国家大事呢，也不能一个党闭门造车，多跟社会有这样公开或者是多讨论的机会。另外，民进党团想要将兵役限制为查照案改做审查案，原本的行政命令加做立法院由3个月实施审查。民进党批评是完全政治攻防，国民党要话要讲。那假设民进党党团把它改成审查，那我们要追究2个问题。那第一个，他的公布的行政命令不合法吗？第二个，他的政治责任恐怕要进一步追究。国防部长邱国正28中昼去立法院拜会国民党团，寻求支持兵役延长案。在民众讲真欢迎，不过也批评有够慢。风声讲有民国93年出役男想要赶在2004年进前去做兵，则被役期变长。内政部代理部长花敬群讲，服役时间是按照年次，免就期去做兵。因为兵役的规定就是按年次，即使在2024以后入伍。93年次以前的年轻朋友，你们的役期还是一样是4个月。花敬群阁讲到，义务役役期恢复做1年，2024年1月初1才会启动，所以明年原则上无法度让民国94年出役男申请去做兵。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接见日本参议员的访问团，嘛讲到国内义务役恢复做1档。总统是强调讲，咱会甲美国、日本后面等理念接近的国家共同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日本的参议员嘛肯定这项政策，表示讲家己的国家家己防卫。美国白宫甲在台协会 AIT 嘛拢表示讲，这个政策代表台湾自我防卫的承诺。开完兵役延长记者会计讲，总统蔡英文接见日本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谢经宏成深夜安排派访问团。蔡英文除了表示台日友好的深厚友谊，面对共同威胁，即摆恢复义务役1年制，也是要让国际看到台湾守护区域和平的决心。将恢复1年期的义务役，并强化训练的内容。未来台湾将跟日本、美国、欧盟等理念相近的国家持续紧密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以及创造繁荣发展。
蔡文特别点名美日欧盟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强化甲盟友合作，尤其日本这几年来修订国防3文件，增加国防预算，重视台海和平，对台湾兵役延长。蔡培会谈这政策实行方程也有高度的评价。这摆是要甲台湾就相关议题进行深度讨论。戦闘機のシェルター機能の強化やミサイル機能の能力の増強などですね、台湾が自らの国は自らで守るという決意と行動を明確に示されていることを高く評価したいと思います。美国在台协会日前暗时也发文对兵役延长表示欢迎，因为这宣布显示台湾对自我防卫承诺，各强化合作能力。北京反应也同款回应其欢迎，重申美方会依照台湾关系法甲一中国政策的承诺，继续协助台湾维持充足的自我防卫。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凤山海公里里长的董选人郑翠民本身伫国军病院上班哦，伊本地认为讲里长会当兼差，也毋过后来发现讲伊上班的国军病院是有规定讲袂当兼差，所以就决定讲无要就职。这是高雄头一届有这款的情形，民政局会请内政部来解说，看安怎来进行补选。目前是由李干事暂时代理里长。徛街边仔打满足会话，高雄市凤山区海公里的里长当选人郑翠民，即摆摕到800外票，毋过伊个煞无就职，因为伊当时也是高雄一间军病院的护理师，受国防部领用条件的限制，约聘人员袂当兼职，所以伊选择放弃里长的职位。这比较多钱那边也比较多那边将来也有退休金了你这个里长是不是这次选上4年后还要再重选？隔了1周的时候。那军方的单位、服务的单位啦，就跟他讲，他说可能有这个营外兼职的兼差的问题。当选人原本想讲里长会当兼职，不过煞无注意到军病院袂当兼职的规定，为着要继续服务选民，伊按算请捌做过2届里长的翁婿参加补选，不过一寡选民无认同，因为安尼决定想过凊彩。这个之前就应该想好，因为选里长跟选市议员之前，应该他们2个夫妻俩就要计划好。怎么突然就对这些投了这些票的人去看，当然失望了。是有规定到里长辞职、去职、死亡等情形，还要办理补选那就没有讲到未就职这个部分了。民政局表示，里长是义务职，无规定袂当兼任。全市目前还未就职的里长有3位，其中2位是就职进前就过身。目前海公里会先由李干事代理里长的职务，待内政部确认了后，若是需要补选，会伫3个月来办理。补选的费用初步估算是35万块。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边开合作一档，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是表示讲，未来若是国民党执政，一定会改转来。早起，民进党台北市立委补选的候选人吴怡农就呼吁各界应该放弃党派的竞争，团结对外。许多民主国家都在做好更好的准备，让我们大家可以共同维护和平，共同的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时候是团结一致对外，这个时候是我们必须一起重视国防，我们不要再做政党之间的对立的操作。兵役的改革除了能够加强我们的国防的防备之外，我们也能够希望让我们的役男他们未来在训练上，他不要觉得他是浪费时间，或者是真的是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王宏伟讲，伊无反对兵役改革，也毋过爱有配套。昨宣布了后，有一寡家长就表示讲，烦恼囡仔会因为两岸的冲突爱上战场。王宏伟嘛呼吁讲，应该爱赶紧来消透两岸的紧张经济势。来看桃园市长张善政今仔头一届主持市政会议，外界是批评讲桃园小瑞阁的女性上过少咯。张善政是表示讲，这是整体的规划，也毋过未来会伫事务官的升迁，互女性发挥的机会。第一摆坐几位女性，其他拢是男性。透早伫桃园市政府大门口，小瑞阁同齐翕相，除了市长张善政、副级官员、局处长甲区长，拢总52人，只有8位女性。有民众认为小瑞阁女性伤少，也毋过也有民众认为专业比性别重要。是有它的必要性啦，因为工作均权都要平等嘛。
那如果说能够延揽有才能的女性主管，那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女生有女生她不同的一个观点跟看法。不会，还好啦，就是他觉得适用的人，哎呀，能够把我们桃园那个市政做好，哎呀就好了，对呀。专业比较重要，对不对？对。主科局前局长吴婉如也批评张善政小类个女性成员倒退女，以及女主管才6位，无像前市长陈文灿卸任进前有10位。张善政回应会以市政整体人事考量。要提拔我们女性的这些同仁，工作机会其实也不止于小内阁。我们其实市府上下里面有非常多的优秀的女性同仁，在这种事务官的这种升迁上面，我们也会给我们女性同仁充分的发挥机会。唐市长张善政礼拜主持就任了后头一场市政会议，公告未来4年任期，伊毋望团队会当做到热情、效率、操守、能力之外，也强调无爱违反式的领导风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镜电视审理到当后争议是袂少 ，NCC 伫立法院来进行专案报告，因为有风声讲 NCC 的委员会今仔通过镜电视提出的人事案，立委是有真侪批评。NCC 的主委陈耀雄是强调讲 ，NCC 今仔只是固定开会哦，嘛强调讲已经有请金管会、劳动部等单位来调查讲镜电视敢有人头股东的情况。镜电视连续发生照明登记事故，甲监视有中资人头等情节，也引起前董事长陈建平向检方告发陪委、陪审等的司法案件。NCC 主委陈耀雄立拜到立法院，针对股权财务等情节专案报告，因为风声 NCC 的委员会礼拜被通过镜电视人事案，引起纳业不满，发动加动提出定司发言，批评陈耀雄护航镜电视执行的时阵，更加是一直批评。董监事跟泄密争议，我甚至可以只用一句话，就是查无不法。谢谢指教。这个报告里面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查的那个讯息是这样子。那有些东西我们还是在继续调查。陈耀雄强调，目前就吸收资本的部分无违法记录。对于新的当干事名单的人事案，也在继续调查。不过，立委陈椒华是提出临时动议，要求 NCC 爱甲金管会联手调查金流，专案移送检调，也被成立立法院调查小组厘清真相。你们 NCC 根本不可以继续审查，而且你们还要赶快来调查。如果没有厘清争议，就不能够再继续审查。你能够承诺吗？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去查。你可以承诺吗？可以调查清楚。当然，如果有犯罪事实，我们要移送检调，没问题。对各界议论，陈耀雄表示，股东强调拢是本人投资，无中资，也无照明登记等。就目前调查无明显违法的具体事情，也强调 NCC 立备只是例会，无要通过镜电视的案，也已经请金管会、劳动部等单位调查，监视有人头股东的状况。对有董事告发陪委违法陪审，也尊重司法判决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因为地动中断100天的台铁花东线玉里到富里的路段，今仔恢复通行。台铁局长杜美今仔嘛坐透早6点的德鲁古号去台东，局长表示讲，列车会先降速来通过已经修好的路段，一切无问题的话，过年的时候就当来恢复正常的速度咯。28透早，台铁花东线开始无营，长100天的玉里到富里总算通车。第一班区间列车停伫918地动受到严重损伤的东里车头，台东站长还佫超工落车伫月台含这个东里站长来交换礼物。台东的民众嘛总算讲免佫烦恼讲因为搬车，也是讲要来赶后一班车，惊讲袂赴，因此嘛会当坐新的自强号来到台北。方便啦，前几天买票都不知道，今天才知道买票才知道。就很开心啦，这样子就不会那么麻烦了。台铁局长杜美超工坐第一班对台北发到台东的泰鲁国号，免4点钟就到台东，亲身来体验列车通过修好路段，还佫有桥梁是毋是安全稳定。
杜比讲，过年时阵会当把这个速度提高到原本同款。沿途这个行车都很平顺。那如果这个桥梁在这一段期间呢，它是稳定，那我们会逐渐的分阶段的提速。那我们预期在春节可以把速度提到正常的一个水准。杜美强调讲，玉里到富里的路段抢修的工程比原先已经有提早80天完工，嘛还佫会来刷咧监控修复的路段甲桥梁，来确保列车的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交通部统计，今年1月到10月，全国是有30多万件交通事故，2560人不幸过往，死伤的人数是比去年同期较侪。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强调讲，交通部会继续来推动道路安全，针对道路设计的问题，会甲地方政府做伙来改善。交通部要求道安事故年减5%，目标确定跳票。上新的统计显示，今年1到10月交通事故304016件，比去年同期提悬5.5%。死亡比去年增加149人到2560人，事故总共造成4万多人受伤，也比去年增加。其中，各系机车事故死亡、甲个人交通事故死亡占比上悬。台湾因为道安死亡人数是标杆国家的4到6倍。数字的确是让交通部非常失望。现在正在审查明年道安的补助经费，我们希望各县市政府提出对于他们道安改善有效益的这个方向。交通部表示，针对道路事故较悬的县市，会继续甲地方政府进行交通汇报，找出原因来防治。进行新闻报道，台湾车路是地价级，交通部也会同相关的部门进行运行环境改善，另加标准检讨道路工程设计。另外，针对中国为1月7日开始取消一境规范，交通部表示，台湾机场量能拢充足，若是对外开放就已经正邦。不过，目前也是维持甲中国4个航点的对比。北京、上海、厦门跟成都目前先试航，因为目前我们看起来是我从那边到台湾的这个4个机场的需求是现在的。这个订票率都大概4成5成而已。交通部表示，目前检视中国来台航班定位率只有4成，反倒在台湾去中国的定位需求较大。航空业者也因应市场需求，滚动调整班次。记者综合报道。第2020年，可能是伫军中受到霸凌，自杀陆军军官黄志杰代志发生到今已经3档了。虽然检察院向国防部提出纠正，要求爱重新来调查这事件，今仔家属嘛出面呼吁国防部赶紧调查好清楚，互伊了解真相。军官家属去总统府递交陈情书，陆军中尉军官黄志杰2020年疑似防霸凌，伫军中自杀。家属控诉黄志杰军冤案封冤枉3年。现在虽然说有兵役要延长，可是他们自己内部的管理如果不改善，还没有开战就死在军中，而且国防部他们都不愿正视面对这些问题。军官家属控诉，检察院因为这个案对国防部提出纠正案，经过3个月，国防部煞拢无动作，有缘无重启调查，也提出3大诉求，要求重启调查黄中贵军冤案件，复述因病改造因公，甲维系相关人员应该重新定处。我们其实可以知道，就是在国防部提出零自杀政策的时候，其实每年军中自杀的人数是节节攀升，从每年的10几人到现在20人。其实零自杀政策并没有任何的作用。林炳峰也进一步呼吁，国防部应该正视监察院纠正案，重视军中人权，搁重视军冤委员会，落实保障军人人权，唔通将人权保护变作形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家发展委员会今仔甲环保署、经济部等部会公布近年转型的阶段目标甲关键的战略。2030年之前会投入将近9000亿，办讲到时阵甲2005年比起来，碳的排放量会当减少2成4。
全球走向2050净零碳排目标，政府也赶紧规划，国发会会将目标设定2030年，比2005年基准年排放量减少14%，加减1个百分点。未来国家重大建设计划若送国发会审议，拢爱有净零设计想法才会通过。在转型过程当中，对中小企业的合作也未落高去，帮助这个中小企业可以它在近邻的这个适应能量的一些提升。现在经部已经启动，跟环保署已经启动了这个辅导团嘛，哈。那这个辅导团的规模会加大，很快的会对外来做一些公布。虽然委员定的减量10%强化到14%，加减1个百分点，不过替台湾甲其他各国比起来，包含日韩，拢应定出更较悬的目标。环保署长张祖健认为，这是每一个国家的状态不同，基准也不同。因为它每个国家的状态不同，所以它的基准年也不同。那基准年不同，所以有的国家它在这一次检讨的时候，它就因为它还在成长，所以它就把它的基准年拿到比较高的这个位置。那相对的，它看起来它的减碳量就变成比较巨大。蒋明新表示，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期程上长的国家发展计划，到2030年投入差不多是9000亿的预算，带动民间投资有4兆以上，创造产值5.9兆。挖矿能源的程度会会2021年97.4%，有期到2050年下降到50%以下。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明年1月7日特别全面放零防疫，嘛开放民众出国旅游。国际上有真侪国家烦恼讲，中国最近疫情大爆发，已经针对中国游客来加强入境的体检哦。咱国的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讲，台湾无开放中国的观光客，也毋过过年大约会有3万人次对中国入境，嘛已经要求指挥中心爱规划相关的防疫措施。就算最近中国的疫情爆发，不过防疫的手段煞颠倒松头，就伫宣布明年1月7日要开始取消入境核酸检测，也佫有中隔离，并且恢复民众出境的旅游了后，有关旅行的数册加7倍到10倍，机票价效嘛对咧称悬，佫真有效。这个病不可能消失，这跟感冒没什么区别。我是非常看好旅游业回暖。不是有真侪国家，亲像日本、韩国、印度、意大利，面对中国强强的旅游潮，都唔敢放放放。中国本土からの渡航者および中国本土に7日以内の渡航歴のある者すべてに入国時検査を実施するということ。उसको देखते हुए चीन, जापान, दक्षिण कोरिया, सिंगापुर, बैंकॉक सभी से आने वाली फ्लाइट को तुरंत ही एयर सुविधा के माध्यम से सभी पैसेंजर को。中国外交部第27强调，基于秉持科学的原则，优化防控措施，需要各方科学抗疫，携手共进，保障各国人员安全往来。中国从疫情爆发了后，就严格执行清零的政策，到尾也煞爆发地沙运动，雄雄伫这个月初要来放零防疫的限制，刷落来确诊数称悬，有中外专家经过济岁人的疫苗注射率，全国的加强针注射率拢真低，医疗体系无有够额的配套措施，恐惊讲会致使200万人死亡，而且还佫爱预防出现新的变异株流去外国。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来看美国有国会议员逼出讲核经理作假哦。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当选人桑托斯，伫咧向媒体表示讲，伊的大学学历甲华尔街的工作经验是假，也毋过伊认为讲伊家己并无犯罪，明年会照常宣誓就职。也毋过众议院有议员是认为讲，伊应该爱主动辞职。代表共和党提纽约州第3选区众议员释出的桑托斯逼出核经理造假证据。纽约时报顶礼拜首先逼行规个代志。日后桑托斯接受纽约邮报甲地方电视台访问，承认家己伫竞选期间假造核经理背景。实情是伊无读过大学，也是直接和华尔街的高盛甲花旗集团扯，是担任一间小公司的副总裁，承接2间公司的业务。针对《纽约时报》指出，伊捌伫巴西使用偷来支票，互检方依早起罪起诉，桑托斯无承认。伊讲家己毋是罪犯，唯一的罪行是美化伊的履历。明年1月，伊也是会宣誓就职。It's an honor to live in such a diverse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as your congressman, I pledge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dream for all.
34岁桑托斯伫其中选举替纽约州众议员胜出，保障多元种族权益是伊的政见之一。桑托斯家己讲，阿公阿嬷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媒体比对了后发现并不是事实。伊辩称从来无讲过家己是犹太人，是家族有犹太背景，有真大政治影响力。共和党犹太联盟第2次公开表达失望，讲桑托斯误导犹太族群，后摆未过邀请出席任何活动。桑托斯答文出示律师的讲法，反击《纽约时报》的指控涉嫌名句。众议部分议员要求桑托斯辞职，可以拍败民主党参选人齐默曼是推文化声举办一场选举，按桑托斯向选民全部讲出家己的犯罪过去。共和党团大脑还未做出回应，部分共党议员是呼吁桑托斯接受伦理部门的调查。公司新闻张淑芬评论。来看罗西亚明年的2月份开始都无要卖原油，和表态支持对罗西亚石油密切继续上限的国家。外界认为讲这是罗西亚的反制裁的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一项法令，为2023年2月初1开始到7月初1，5个月禁止卖原油和针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继续上限的国家甲企业。这法令公布伫政府公家机关克里姆林宫网站，被认为是对美国甲外国还有加入因的国际组织的无友善甲违反国际法的行动的直接回应。Если ограничить цену нефти из России ил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установить какие-то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е ценовые потолки, то это неизбежно ухудшит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й климат во всей мировой энергетике. Затем спровоцирует усиление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дефицита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ов и дальнейший рост их стоимости. А это, повторяю, ударит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по беднейш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七大国工业集团 G7 欧盟甲澳洲针对俄罗斯伫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这个月同意实施每桶60美金继续上限，为12月初5开始，即马俄方这出禁卖令，什么人支持都无要卖互什么人。不过也未定禁卖汽油、柴油、燃油产品的有效日期。这竟然用依照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别决定，温总个案合并每桶60美金的继续上限，甲目前俄国继续是同款，不过比俄国过去1年大部分的收入减少。对世界第2大原油出口国俄罗斯来讲，原油收入对抵消金融制裁冲击有帮助。就算伫西方甲苏联冷战时期，也不负继续上限。这目的是为减少俄罗斯国库加弱化莫斯科伫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俄国财长西鲁安诺夫表示，继续上限和出口收入减少，佮可能和预算红字比计划中生产目标2%较大。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真大财政耗损，表示这是计出来财政障碍。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上限对莫斯科目前的石油收入无什么直接的影响。公司新闻恩文玲评论。来看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战争是愈战愈激烈，乌克兰的部队日日继续向罗西亚的军队来发射炮弹。同一天，罗西亚专门咧抗轰炸机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嘛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造成3个人死亡。俄乌战争开战到今，乌克兰为俄军手头夺回74443平方公里的领土。目前战争主要集中在东部甲俄罗斯隔界的顿巴斯地区，伫顿涅茨克东北部的巴赫姆特，当地的乌克兰部队日日对俄军营地进行强烈的攻击。На цьому напрямку дуже великі сили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концентровані. Тобто вони сюди кинули основну свою, так сказати, бойову спроможну, так сказати, частину своєї армії. Тобто, тому і зараз тут так тяжко. Але нічого. Все справимося, все продолаємо. 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迄天证实，伫乌克兰边界东北部650公里远，专门供应长程轰炸机停航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和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莫斯科表示，空军把这台无人机拍落来，落来的机身残骸击到3技术人员重伤死亡。这是恩格斯基地这个月以来第2件攻击事件。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接受美联社的专访，表示基辅的目标是伫2月底前举行和平峰会，而且上好是伫联合国举行。并且由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担任调解人。不过，互人问起是毋是会邀请俄罗斯参加峰会时阵，库列巴佫讲，莫斯科当局仍需要伫国际法庭面临战争罪起诉。Will Russia be invited? Some of the steps envisaged by the formula require the presence of Russia at the bench.
in the tribunal, for example, o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So they can only be invited to these steps in this way.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迄天嘛接受国家通讯社塔斯社专访，讲美国甲北约联邦联合乌克兰想要伫战场打败俄罗斯，毁掉这个国家。这么侪情况看会出来，双方口中的和平，唔知什么时阵。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乌俄战争已经战超过10个月了，嘛是阁有一寡乌克兰的家庭无离开故乡，也毋过要爱美飞弹，阁爱走装三顿，生活是真困难哦。大人囡仔压力拢真大，囡仔嘛无法度正常读册、接受教育。咱做伙来看伫战地囡仔因的一天是安怎过。纳迪亚一家伙仔徛伫乌东巴赫穆特这个黑暗的地下室内底已经8个月，因过着无水无电、黑暗的日子，常常爱面临俄军炮火威胁，啊，毋过因坚持毋肯离开。包含伊回乡车94岁佩特罗夫。Нет. А куда ехать? Украина велика. Ну, мне тут нравится. Украина велика и... Ну, я вам серьезно говорю, мне тут нравится, мне нечего бояться, в принципе. 战争互佩特罗夫无法度搁读册，伊有时阵会画图，有时阵读大人的小说，电脑供应开会时阵才有机会用手机啊。Я ничего не думаю,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не знаю, что будет через час, через день. Тут нельзя загадывать. 战争互留伫前线的乌克兰囡仔变甲真实际，因上大的愿望当然是战争赶紧结束。啊，毋过目前连到外口舒新鲜的空气拢无法度。Я бы сходил погулял, давно уже не гулял с друзьями. 最近这2个月，俄军对乌克兰真侪都市一直轰炸。巴赫穆特伫个乌东顿内茨克州是目前战况上惨烈的地区，当地真侪人已经撤离，啊，毋过有少数家庭留落来。心理学家表示，战争互囡仔真无安全感，可能下一秒世界就会摧毁。长期来恐惊伫心理留创伤。协助安置战地家庭的 NGO 团体烦恼，这囡仔可能正做所谓失落一代，啊，毋过当时也相信，被逼伫真歹环境当中大汉的囡仔会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全高雄有5万外的停车格，其中大约有9000格是无收费，也毋过拢常常互占用，嘛常常发生纠纷。有管理员是表示讲，有的车一停就半冬，当作是私人的停车位的使用哦，所以因建议讲透过收费来改善乱象。工作人员将拄仔倒落安稳图铺好平，施工地点就伫咧高雄凤山八星街39巷内底。边仔4个免钱的公有停车格，互订了真侪施工的工具，有当时啊，阁有安稳图车停的，造成民众无通停，引起抗议。这是因为隔壁的地主要施工，施工之后施工前先请他们先不要停放，因为怕这水泥车来会损到他们车辆。根据了解，施工的人是边仔私人土地管理员，因为常常有狗伫边仔的草仔内底大小便，互附近拢是臭味，才决定整理。管理员嘛表示，巷仔伫咧市场附近，阁有徛架，以前无停车格的时阵，就有车一停几啊冬；有停车格了，因为无收钱，真侪车共款一停半冬以上。没有鸽子的是这样，有鸽子的是这样啊。那你像这样的话，停管单位他们因为没有收费，所以说他们也怠于怎么管理嘛？既然不收费嘛，啊，这个是我们感觉到对社会上不公平的地方嘛。啊，捌停6、7个月，啊，像迄只停6、7年啊，拢即拢清走啊啦。其实全高雄5万几个停车格当中，有9140个无收钱，占总价为大约1/7。但无收钱嘛，造成即寡车格常常引起民众占用抢位顶纠纷。民众希望交通局等单位会使透过收钱来处理占位的问题。对此，交通局表示会考虑停车状况、使用率等状况来做通盘的检讨。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宜兰的农会、渔会甲超商业者，今仔做伙成立宜兰农渔特产品的产销联盟，望讲大家合作，甲在地上好的农渔特产品销到国内外。香港讲的五仔鱼甲白带鱼就到，这拢是最近中国禁止输入的台湾在地渔产，互国内渔业真受影响。宜兰以农立关，农渔业是根本。为了提升农渔产品价值甲农渔民收益，高雄顶市农会渔会、宜兰县农会甲超商业者立备成立宜兰农渔特产销联盟。那现在我们所推出的部分是透过各农会整合现在的一个当令的一个农特产品。
举例来讲，我们现在有3星地区的葱蒜，还有我们的银柳。宜兰12乡镇拢有特色的农渔产，像打溪文泉、潭仔道金枣，劳动电农会推出的豆年，拢会伫超商甲网络平台卖，增加灵验度，也当互消费者一摆就买足原来上优质的农渔特产品。也希望借重这次的一个联合横向、纵向的一个平台来做有效的一个疏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一个平台，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知道说各家的农渔会他们所辅导的这些的产品。对平台成立，宜兰农协会拢乐观其成，所有开会都认为，所有被单气候中国禁止数字了后，确定类似的销售平台，会当有效提升农渔产品的销售额。重点就是爱把这市场分散，咱来支持咱国产的物件，咱就无形中咱就免进口较济。针对中国禁止输入台湾的农渔产，农委会讲，重点是爱分散市场，呼吁消费者支持国产农渔产品，也要透过冻毒甲加工设备，延长产品寿命甲品质，绝对会当提升销售额。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到邦寮的南回线复兴号，将开出最后一班车了，就正式行入历史。未来由以 MU500型的区间车甲机工号来代替哦，后摆就无这款传统有门的火车咯。为着要送代替尾班的复兴号最后一逝，代替还佫加挂8节车厢。不过这车状况无像班配遐尼好，着也是有铁道迷和社团的学生特别请假来甲复兴号小送别。我父亲的话是在铁路局服务，所以我说我这辈子是吃铁路奶水长大。那基本上对于这种交通工具我都蛮有兴趣的。小时候坐到大到现在，也蛮有多回忆在这一台车上。也希望这次送他也是对他一个尊敬。复兴号自1981年开始上路，2002年3月简化车长，真济复兴号自北回线摕落来，敢若留4列伫个这个台东到邦寮的南回线咧行。27发出最后的尾班车，正式行入历史。这款智地的车门，就永远看袂到啊！代替嘛，正式来行入全自动门的时代。所有的折叠门都已经慢慢的淘汰掉。我们期待的是900型的新的区间快车，是提高对旅客的服务。然后早上有2趟，下午的那2趟是用一般的莒光号来代替。陪伴代替的旅客行过42年，迄款熟悉的南北身影，这边就要真正来行入历史。未来复兴号是毋是保留成做文化列车，代替讲还佫爱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明年是台南建设400年哦，目前有一寡可讲的计划，望讲会当愈来了解400年前的台南历史。最近伫西大亚做的小弄古社，都挖到4000外件的文物，咱这回来看卖。用一个烤火架在那边。即马伫台南的家里有一区田，内底台南文资处甲城大考古团队真拍拼咧学，因为根据文献的记录，这过去是西来啊小人旧社的活动范围，过去就真侪考团的历史，所无实际去学过。因为即届开学成果袂歹，有学出超过4000件古物，其中嘛包括较罕见的车灯羊啊。在这一次的发掘中，有出土了数颗的青铜铃铛。据族人表示呢，这可能是运用在西拉雅的传统服饰中。那因为台湾是不产青铜的，所以呢，这也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西拉雅过去跟这个外来者去进行一个贸易的交流的一个证据。即届出土的文物，其中有真侪螺仔瓮、刷龟啊、手骨等等的，嘛有未少鹿仔骨、顶悬有臭灰搭、补头蘸过分者，判断迄阵可能是要摕来食的。因为这项考古行动，佫有邀请西拉雅青年甲在地民众参与，透过考古，望互在地人有机会了解，佫讲出家己的故事。我们找到了过去只有在口述传说中所出现的这样一个骁龙的旧社，透过实际去接触到祖先所遗留下来的这些物质文化遗留，希望西拉雅人可以有机会透过这样一个考古的发掘，去诠释他们自己的历史。台南2024年就建设满400档，尤其西拉雅族，佫是台南这个土地上重要成员。台南400年强调无共的族群伫这个土地上的受拄、贡献甲共存，希望透过多元的观点，找出更较侪有关咱祖先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新港的关电古迹林开泰诊所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因家族的旧厝，伫2016年捐予嘉义县政府哦。经过几十档的研究甲修复，按算伫明年的1月正式来开放。
大家共同甲无葡萄牙林怀民的家族，即间为青条一直甲即卖古厝，经过6冬的修复，特别伫明年才会对外开放。文化部长李永德表示，即间厝有正重要历史价值，文化部会全力支持。要保留这样的一个文化资产，流传给后代，给大家所能够使用是非常不容易。要感谢我们林怀民这个家族，秉持我们曾祖父给的家训，就是公而忘私，很快的决定把这个房子捐出来。那么因为文化部和县府他们的用心的处理整顿，现在终于能够开幕跟社会见面。这间玫瑰堂原本是林怀民阿公林开泰诊所，经过修复，当初诊所客厅、新娘房、读册间，拢迄时阵应该生活本本。林怀民表示，这间厝关乎县政府，都代表是大家喜，希望透过文化经营，毋那是传承家族的精神，也互大家感受新港美好的风土。会当来遮行行咧，来感受到怀民老师因家族，怀民老师人生第一个舞台而且大汉起来。我相信我会好好利用这个空间来办会展也好，来办音乐会也好，互咱少年囡仔会当真喜欢这个所在。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希望透过这个所在，互嘉峪关搁增加一个文化甲观光的基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西餐正高级的材料鱼卵酱，外界认为讲大多数拢是罗西亚出产的，因为战争有消费者发起抵制，即马是拢销无路。也毋过有业者就讲事实上全世界的鱼卵酱产量上大国家是中国，第二是波兰。到波兰的厂商拍拼宣传，望讲趁这时阵，互消费者来认识波兰的鱼卵酱。这一粒一粒用新鲜的鱼卵做出来鱼卵酱，是西方高级料理常常会出现的食材。而且，若讲到鱼卵酱，大家就会直接想到罗西亚。罗西亚的鱼卵酱确实是上有代表性、上出名的，但是迄是伫过去，即摆的情形已经无共款啦。伫波兰东北部这个大型的鱼湾啊，专门伫饲要用来做鱼卵酱的新鱼。事实上，波兰即摆已经是除了中国以外，全世界生产鱼卵酱排名第2名的国家。参像阿拉伯国家、美国、法国，真侪米其林餐厅拢是用波兰生产的鱼卵酱。但是自从罗西亚发动战争攻打乌克兰以来，所有生产鱼卵酱的公司拢去走着风台买。真侪消费者为着要抵制罗西亚，都无爱搁买鱼卵酱。波兰一间杂货仔店的头家，鱼卵酱拢卖袂出去，感觉真无奈。Люди pytają się, skąd kawior jest, tak? Chcą zjeść dobry kawior, ale nie chcą jeść rosyjskiego. 波兰一间真出名的鱼卵酱公司就讲，其实因为过去掠伤多，佮加上水质污染，原本伫里海甲乌海的新鱼数量已经真少，所以即马大部分的新鱼拢是生产国家家己在地用人工饲的，根本甲罗西亚完全无关系。Tak naprawdę większość producentów kawioru na świecie aktualnie walczy z mitem kawioru rosyjskiego, bo tak naprawdę gdybyśmy zweryfikowali puszkę, która opatrzona jest jakimś napisem Russian Tradition czy Russian Master, tak naprawdę ten kawior nie pochodzi z Rosji. 虽然产品受到战争牵连，但是波兰的鱼卵酱公司认为，危机嘛是一种转机，希望会当趁这个机会，好好互消费者了解，鱼卵酱已经毋是罗西亚专门伫生产的，波兰的鱼卵酱才是高品质的保证。记者甘恩恩编译。来看法国的葡萄酒世界上出名，这2档无酒精的葡萄酒嘛真时行。来看法国巴黎最近就有专门店卖这种冷起无酒味，也毋过有葡萄酒芳开无酒精的红酒。这个店员拍开酒罐啊，倒入酒杯内面呢，看起来就亲像一般的红酒，但是试啉看卖，马上会互人感觉真意外。Moi, je trouve qu'il sent vraiment le vin. Il sent le vin. Il n'a pas goût de vin, mais il a des tanins, ce qui est assez étonnant parce que. 这是最近伫法国巴黎新开幕的一间店。店内面所卖的，无论是红酒、白酒、麦芽酒，全部拢是无酒精的，是全法国头一间专门伫卖这种酒的店。头家讲，伊2年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拢关伫厝内，无甲朋友出去啉酒。自迄阵开始决定要改酒，伊嘛发现伫法国找无这种专门伫卖无酒精的饮料的所在，所以规气家己来开一间。
想袂到店才开无偌久，就非常受欢迎。原来会想要啉这种无酒精的酒，有这种需求的人客，比以想的搁较侪。Là c'était très bon et ça m'a rappelé les souvenirs que j'ai du champagne, boisson que je ne peux plus boire. Donc voilà. Donc on n'est pas encore à nos objectifs, mais on est très content du début de l'activité, surtout des retours des clients en fait. On sent vraiment qu'on répond à une demande qui est très forte et donc ça nous encourage vraiment pour la suite. 事实上，最近这种无酒精的葡萄酒愈来愈受到欢迎。去年全世界的市场成长差不多24%，但是比较起来，法国才增加4%尔。可见法国人还是较爱啉有酒精的酒。不过专家认为，即卖的人愈来愈重视健康，在这种风气之下，无酒精的酒类在法国的消费人口一定会慢慢啊增加。记者甘恩恩编译。下半部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